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再回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票，劳动部的霸凌案件甲被部长何培山请示，行政院长已经批准，事主谢依荣今日拍影片来回实咧。总统赖清德头一回出访的行程，确定去南太平洋的三友邦，会定敢会过境美国，总统府保密无说明。所以来，咱来关心这劳动部劳法署的前台北的分署长，这谢依荣是牵涉这场霸凌，造成员工行地路死亡，去防治2大个免职处分。谢依荣今日是拍影片，甲这过身的员工，也有社会大众回实咧。非常对不起大家。这几天为什么没有出现？是因为非常的悲痛，也非常的自责，也深切的检讨，因为个人的言行、领导方式、管理方式、沟通方式及跟别人互动的模式所造成。今仔这劳动部霸凌事件上新的进展，行政院是证实，昨下晡劳动部长何培山已经当面向行政院长杜永泰提出辞职批，杜永泰嘛已经批准，指定这劳动部的处长担名人来代理部长。行政院是表示，杜永泰是搁再针对这个事件表达遗憾，嘛指示各部会就爱伫咧1礼拜内，甲目前收到申诉案件拢调查煞。嘛爱改进这工课场霸凌的处理流程。行政院的人事行政总处嘛成立一个徛名申诉受理机制，由这秘书长姜明兴来监督，希望是互受害员工有更较侪申诉的管道。除了劳动部、疾管署，也有台北社会局的新长科，嘛逼出哪像霸凌的事件。2个员工是指控因的长官甲因让甲因骂搁写公文，互因的身心压力实在真大。这社会局的副局长是已经回应讲，因已经启动关怀机制，嘛甲当事人沟通了解情形，上紧是12月中会有调查结果。他平常就是会恐吓我们，所以我们在做现在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一样是会觉得很激动、很害怕。可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站出来。特别若去上班，想到上礼拜顶司较袂着就发生地日子真歹过，互这边指控顶司霸凌的台北市社会局新庄科的职员情绪真激动，讲甲强要流目屎。他们对于新进同仁的施压是非常大的，很多人不到3个月就离职，就是因为每次都会被大声咆哮。然后摔公文就是从人手上接过公文之后，就直接，然后就丢到桌上了。有很多同事有跟我倾诉说，他们也是有失眠啊，然后晚上睡不好，都是从太焦虑的上班环境引起。有2位社会局新庄科的职员指控，因所属的顶司已经拍声巴来指控部下工作做不好，影响别人。情绪激动时阵，也会写公文，互因伫上班的时阵压力真大。伫之前，因也捌透过市府的 IRS 通报系统，也无因为无法度将申诉转到其他的单位，造成申诉无适当的回应。这回因由市议员陪同开记者会，希望会让停止主管污言不得。和这场的环境变得较优先。我们不能因为他是因为适用这个公务人员相关的法规，然后就因此剥夺他在职场上很多这些应该要申诉或是应该要保障的权益。有接过这样的通报之后，我们就立刻启动关怀小组来介入。我们也约定好，就是看什么时候可以来跟他当面的确认他的需求。所以目前我们在程序上面是完备的。台北市社会局回应讲，10
过接到通报了，一切当事人沟通了解情形，按算上紧伫咧后个月中就有调查结果。调查期间，为着要避免影响心情，当事人会当用请假或者是其他方式来应应。因若职员指控的超时工作，目前社会局已经伫咧组织收编，希望以后的工作分配会当更加合理。记者综合报道。原来民间团体为着这寡小连续的霸凌事件，今日早起是去行政院为着基层来争取完整的制度，要求这行政院长杜英泰都要提出实际作为。立委嘛甲民间团体同齐开记者会，要求劳工这场霸凌要有完整的申诉、调查甲处理的机制。公园要拿治安法，公园要拿治安法，职霸房屋要法制化，职霸房屋要法制化。大声喊口号表达诉求。劳动部最近发生员工好亲像叫长官霸凌自杀，引起社会议论。真侪民团在去伫行政院前集合，提出3点诉求，包括公务员纳入职业安全卫生法保障，这场霸凌防护法制化，提升到法律的维解保障，也加开放公务人员做工会。职场霸凌的申诉，它应该要法制化，它应该要有法位阶的保障。昨天这个行政院长有出来跟大家道歉哦，但是对于我们制度要怎么更改，对于相关的制度要怎么调整，完全没有倾听我们基层公务员的声音。立委嘛会同民团再去召开记者会，立委要求改革公务人员甲劳工这场霸凌处理机制，应该比较去年修正的性工法，查清楚这场霸凌的定义以外，嘛要建立完整的申诉调查处理机制。我们除了看到霸凌它的定义不清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申诉是流于形式。雇主他虽然具备有这个指挥监督的权利没有错，可是绝对都不能成为一个伤害人的一个理由，否则就是犯法。民团认为霸凌的定义无清楚，申诉也加救济的机制不足，这拢是问题。现场出席的行政院人事总处也加劳动部官员嘛做出回应。行政院当晚其实立即就已经有发函要求各机关要在1周内针对现行的作业规定，如果在现行制度还没有完备的部分，在1周内应该都要完备以后回复给我们总处这边来做一个列管，强化雇主他落实预防的责任。那我们会在近期呢邀集相关的学者专家来开会研商可以再进一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预防措施，我们去做强化。那同时呢，我们会修正治安法，去提升我们职场不法侵害它的位阶。若是修法的方向，立委认为会当参考MeToo事件的修法，引入外部专家加第三方机制。人事总处嘛回应会研究引入外部机制的可行性。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劳动部的霸凌案，早起全国总工会是向中央发声，争取予公务人员做工会，而且增加这修正工会法，增加离线权等等，而且嘛宣布成立这专种的检举专线，让公务人员拥有3个重要的劳工权利。这3个重要的劳工权利就是组织工会的权利、与资方协商的权利和罢工的权利。不能因为公务人员身份特殊而同时剥夺他们这3个权利。全国的总工会宣布讲，这检举专线是控诉226555695。若是这公务员遇到霸凌的事件，就会当敲这支电话来申诉。嘛呼吁予公务人员要调单位的时阵，唔免规定甲遐硬，无需要原本的单位同意，就会当调去别个机关。总工会嘛提出离线权的概念，5万员工袂因为无随时提名就去互处罚。接落来关心天气的消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今日甲明仔载2天，这北部甲东北部天气会较凉。新北一寡地头，这透早的低温是来到15.8度。气象署嘛发布大雨特报，提醒这家人北海岸都要注意闪大雨。在山区就要注意土石崩落，亲像在新北石市的空灵街，就一搭公路的山壁崩起，单线车道未通。车若经过爱小心闪过。拜5早起7点外，伫新北市石市空灵街这个公路边啊，顶悬的土石熊熊崩落来，大石阻碍单线车道。附近社区值班保全第一时间听到大声，赶紧走来路边看。好在在当时无车经过，公车候车亭嘛拄好无人。我先听到2声，然后出来看到我就赶快报警。
他绑起来刚好是那段啊，那个对面的清洁大队那边也有人来帮忙协助管一下车况。以前也是油啦，油就是从那个钢铁架。当地居民表示，较早嘛捌发生过崩塌事件，所以应付单位伫山边都有些金属的防护围篱啊，已经真久无看到崩塌，可能是最近雨落较济，地势着土石松软。公所局部已经有派员抢修，远景嘛伫现场指挥交通。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拜五北部、东北部正方面也是有落阵雨，各地气温差不多伫17度左右。新北局部地区的透早有7到15度8，拜六开始温度会小可回升。不过后礼拜一有一波锋面通过，虽阁有冷高压报道，温度会一路降低。在26号的白天，北部的气温比起25号就会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而目前预估这一波凉冷空气可能是东北季风接近大陆冷气团的等级。气象署提醒，后礼拜日开始会有感觉的降温。后礼拜3甲拜4感受会上冷，民众会当趁这个礼拜6准备防寒的用品，迎接这一波11月份以来上强的冷空气。记者综合报道。汤圆八德高城市过一排铁厝，今日透早就火烧，这消防局赶去救人，加在是无人受伤。不过这现场因为烟真高，风味可能是有歹味。八德汤圆中立计共有31个里的民众，就尽量踮咧厝内，窗仔门关好。大火现场乌烟冲天，桃园市八德区高社2街22号透早6点外发生火警，几多间烧连的铁皮厝导火，消防局赶来现场拍火，好在在内面无人，也无人受伤。起床要出门运动，然后就看到这房子开始冒烟了，然后赶快拨打电话报警，黑烟冒得蛮浓的，是感觉很恐怖。这一案总共出动19车47人。来处理这场灾害。主要是有6栋的严重铁皮有火灾的情况。发生火警6栋烧连的铁皮厝是村库，内面放34类的产品，亲像是手机啊、一种荧幕，还有一寡线材。现场无看板或者是公司的名，导火原因甲损失还佫伫咧调查。下风处的一些影响的区域，包含桃园区、八德区还有中坜区的一个部分的里。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随即启动内部的一个通报机制。对铁皮厝导火了的乌烟，环保局用电脑模拟发生意外现场，风是吹东北风，风速1秒钟5公尺。伫咧风尾8到4个里，桃园3个里，中立24个里，可能会闻到臭味。提醒较敏感的族群，还有老人囡仔，尽量踮伫咧厝内。环保局也讲，因为火已经拍花，空气污染的情形也会慢慢消退，民众唔免惊吓。记者综合报道。新北三重埔今日早起9点外，新北第2行政中心的工地，这吊管是唔知安怎向放起，造成4个人受伤，1个人送医不治。对这画面当中，咱看到的就是新北第2行政中心的工地。因为这吊拐放起现场是硬蓬蓬，甚至可当看到一只直升机是要赶过救援。这搭工地是3个月前开始施工的，今日早起吊拐向放起，造成1个人失去性命现象。另外是吊伫咧防护网内底有1个工人，这阵是已经救出来，身躯有一寡所在切着伤，是已经利用分推沙送落来送病院。继续落南来看台南，仁德宝华路甲中德路口是当咧做暗空的工程。今日透早5点，所怀疑是因为地基陷落，机具倒去，去带着一个姓夏的巡办人员送医有关救无转来。南区治安中心早起到场调查，发现这工地自来水管已经憋起，这可能就是陷落的原因。目前是已经要求停工。天也未光，台南市消防局得赶紧出动，因为仁德区新公里一搭下水道的工程，那像有人互机具带掉咧。消防人员到场了后，发现就是一个姓夏的工地巡办人员，互缀伫架骹，赶紧调派大型机具来救人，不过救出来是已经无生命现象。那我们抵达现场的时候，发现2部大型的发电机。然后呈现倾斜的状态，然后将该名男子压住了。但是救出来的时候，该名男子已经呈现欧卡的状态。姓夏工地人员送医了后，由原不治死亡。这个下水道工程以往伫暗时拢会派工作人员巡视，所以因为不明的原因，互机具倒落去发生意外。
针对这件代志，南区职安中心伫咧22早起派人去调查，初步判断应该是工作站周边的自来水管线破去造成的。昨天到我们5点半、6点，我们下工，我们都有拍夜间巡视的照片，都是正常。不明的水源一直涌到我们的工作井内。我们夜班是一个，就他，因为他的工作就是帮我们看一下这样。因为刚刚自来水公司来这边把源头那边的一个水阀水门关掉了以后，整个水就停掉了。所以大概初步判断，应该可以去确定说是自来水管线的破裂的问题。等那个整个开挖完确认完原因以后，提出改善计划以后，我们才会准许他们再继续施工这样子。自来水管线是安怎会破去？到底是人为也是地动造成的？也个会等挖开，才会当进一步来确认。也毋过，这个案场伫咧顶礼拜才发生，因为安全防护不足，互人下令停工，罚11万块。即马又搁出现公安意外，目前是已经要求工程局部停工，等待事故的原因调查清楚了后，确认敢有违反相关的法令规范，才个决定要安怎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关心政治消息，是风声讲国民党团按算一个立法院会改变议程，要硬甲这选罢法的修法草案催复过。所以讲民进党是透早4点半就去议场门口排队，要防止拿赢的动作。不过因为今日下晡阁要举行考试委员被提名人的公听会，所以讲就无够时间通好表决选罢法的草案，可能就会延到后礼拜5才个审。教育民生优先，反对二修选罢法。话讲教育民生优先，民进党立委烦恼知影可能会伫22立法院会提案变更议程，通过已经超过1个月冷冻期，罢免连署变严的选罢法修法草案，伊就是罢免连署爱护身份证影印本。洪新汉透早4点半就到议场门口排队，民进党员成员7点1个到就入去议场集合，严防拿赢向阳通关。国民党、民众党，请不要执意跟人民对干。民进党团5.1战队，我们会持续的坚守我们的岗位，奋战到最后1分钟，反对二修选罢法。国民党团早起就先开党团大会，最后考虑22院会敢若半工，还阁处理包括学生辅导法、货物税法、表决成立经济部长郭志辉调查委员会等事项，所以决定无先处理选罢法的修法。请民党不用担心了哈，今天本党不会去做变更议程来处理选罢法，可以这个表决的案子，我们就会顺利利的希望民党不要。来阻挡党团的立场已经讲了非常清楚，我们联署加严的部分，我们是绝对赞同，反对把门槛提高。连署员讲，罢免连署变严的版本会伫适当的时机进行2读甲3读听书，也是还阁伫委员会版本无平安的规划。我家己有那样有可能伫后礼拜2听书委员会甲罢免连署变严的版本摆入29的议会议程，估计到时阵可能会阁引起调野表决大战。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就任了后，头一回出访的行程是已经确定啊。11月30到12月初6，要去南太平洋的3友邦马绍尔群岛、图瓦卢甲帛琉。风声是在回程的时阵，赖总统可能会过境美国夏威夷甲关岛。不过总统府甲外交部是保密，无对外说明。上帝赐给我智慧、勇气和能力，能够带领台湾人民完成3项使命。参加国家祈祷早餐会，总统赖清德表达希望会当照顾台湾2300万人的生活，维护国家的生存发展，也个追求和平，甲维护印太区域稳定。因那赖总统上任了第一遍出访，7天6暗的行程，将会去访问帛琉、图瓦卢、马绍尔群岛等南太平洋的3友邦。赖总统的核心目标期许希望达到3个永续：第一是智慧永续，第二是民主永续，第三是邦谊永续。2位是新当选的，1位是连任的。所以在这个时间出访这个3个友邦我觉得时机点也非常之好。赖总统的欢迎南岛智慧永续之旅，11月30出发，12月初3到马绍尔群岛。
罗总统的会晤海尼总统，并且伫马国国会发表演讲，随时到图瓦卢接受总理戴斐利的谢见款待，不过未伫咧图瓦卢过岸，最后就到帛琉拜会总统惠恕仁。也係伫咧帛琉國會演講，想要找6月到轉來台灣。因阿團講，佇來會行程，羅總統將會過境美國嘅夏威夷加關島。對此，總統府加外交部議員正保密。相關過境的安排，我們都在仔細的規劃中。目前呢，也不方便向各位透露。也利用這機會要呼籲那個中國不要做無謂的干擾發動僑胞。駐在地的大使館也會跟當地的僑胞也好，跟當地的安全單位等等都會保持充分的合作。外交部也希望中國唔能接到這邊羅總統出訪動員進行騷擾。另外，這邊訪問團的成員也包括總統府秘書長潘明安、外交部長林佳龍、僑委會委員長徐家清、海委會主委關碧玲等部會首長。一個基礎醫療建設加氣候變遷等企業界人士。記者綜合報道。來關心國際消息，烏克蘭已經開始使用美國甲英國提供的長程飛彈攻擊羅西亞境內。羅西亞總統普丁早就證實，因是要試射上新型的中程彈道飛彈，而且佫警告講，這戰爭是當咧拖向全世界。烏克蘭的外交部就批評講，這羅西亞的舉動未屬是北韓。就伫咧烏克蘭動用美國的Attacker陸軍戰術飛彈系統，也有英國的暴風影長程巡弋飛彈攻擊俄羅斯的布良斯克州加庫斯克州了後，俄羅斯總統普丁2月講，在實踐條件之下，成功向烏克蘭的涅伯城試射上新型的極音速中程彈道飛彈。Открыто, публично, без опасения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со стороны противника, также получающего эту информацию. Почему без опасений? Потому что средств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такому оружию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не существует. 普丁強調，安尼試做是為了要應對北約國家對俄羅斯的侵略行動，因為進一步的部署將會看上新的情形來決定。這種名叫做真果秋的新型極音速中程彈道飛彈，攻擊的速度會達到10馬赫，也就是10倍音速。到這麼也無任何的防空或者是反飛彈系統會當該炸來或者是反射。美國五角大樓講，在攻擊進程無偌久，就接到來自俄羅斯的無線通知。I can confirm that Russia did launch an experimental intermediate-range ballistic missile. The United States was pre-notified briefly before the launch through nuclear risk reduction channels.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社群媒體發文講，俄軍動用 ICBM 洲際彈道飛彈，表示這場戰爭的規模加殘酷程度已經嚴重的升級。不過西方真濟專家講，俄國所發射的可能是 RS-26邊界飛彈新版本，伊的射程是無夠洲際彈道飛彈的6000公里。烏克蘭外交部希望國際社會隨對俄羅斯的動作做出反應。Такі ракети такого типу, лякаючи своїх сусідів, лякаючи світ, залякуючи світ. Тобто можемо констатувати про деградацію Росії до стану Великої Північної Кореї. 另外，在俄戰爭已經拍超過1000天，美國的民調機構蓋洛普在今年8月到10月所進行的民調顯示，有52%的烏克蘭人希望會讓趕緊透過談判結束戰爭，只可能38%的人認為應該堅持戰鬥一直到勝利，比2022年時陣的73%加2023年的63%希望堅持戰鬥的比例是大幅度下降。雖然大部分接受訪問的烏克蘭人依然是希望會當加入歐盟加北約，不過接受訪問的人內面認為烏克蘭會當在今後10年內加入歐盟的已經自戰爭的73%降到61%，認為會當在這10年內加入歐盟的已經自戰爭的64%降到51%。公司新聞張維林編輯。今年2月，美國喬治亞州一個女學生的命案，這涉案的委內瑞拉非法移民，這個月20在咧喬治亞州去互判無期徒刑，而且袂使假釋。也若講到這移民的議題，中山總統的 Trump 對移民的態度是真夠打攏大真的。Trump 已經公開解講，那伊是伊正式就任了後，就要大量掠非法的移民趕趕走。Count 1, malice murder. I find the defendant guilty.
Count 2, felony murder, I find the defendant guilty. Count 1, malice murder, I sentence you to life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parole. 这件大家将关心的命案是伫2024年2月2日发生的，地点伫乔治亚大学校园内。现年22岁雷肯莱利当地走近的时阵，去互匪徒暴力攻击，想要性侵了后杀害。凶嫌荷西安东尼奥伊瓦拉，2021年为委内瑞拉偷渡入境。根据政府调查，伊是委内瑞拉出名的乌道阿拉瓜列车的成员。这个乌道伫美国的活动范围有16个州。非法移民甲边界安全是这届美国大选共和党主要议题之一。代理移民局局长的霍曼已经和总统当选人川普选定是边界安全最高指挥官。同时，川普嘛前一届宣誓，正式上任了后，就要展开大量逮捕也甲赶走非法移民的行动。对这代志，一寡民主党执政的州甲城市地方首长先后表明，会坚定拒绝未来川普政府的措施，除了甲执政范围列入庇护城市，也是庇护州，阁要立法禁止地方警力甲联邦单位合作执行逮捕，也是赶走非法的移民任务。亲像洛杉矶市议会都通过类似的立法，并得要开始实施。另外，马赛诸塞州政府嘛重新申请加入无合作的行列。根据福斯新闻网的报道，移民局20宣布，伫马州逮捕3个非法移民，因分别伫美国甲巴西这个所在犯下性侵儿童的罪名。当地华府得要改调换代的空棚，墨西哥甲美国边界有出现真侪非法的移民，希望伫川普上任进前会当入境美国，找一个庇护城市，也是庇护州通生活。公司新闻，家人编译。辽国这2礼拜发生5件那像是外国游客食到假酒死亡的案件。目前是还有一个澳洲的女性躺在大院，也未脱离危险。目前是怀疑因食到掺有甲醇的饮料。过去2礼拜，辽国一个度假的景点发生一个英国女性、一个澳洲女性、一个美国男性，还有2位丹麦公民疑似啉假酒不幸死亡的事件。This is every parent's very worst fear and a nightmare that no one should have to endure. Drink spiking and methanol poisoning are far too common in too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So at this time, I would say to parents, to young people, please have a conversation about risks. 死者之一，澳洲的女性潘女客是对辽国城市运营转送泰国万国病院了后救无回来，体内累积大量的甲醇，致使大脑肿起来。根据新闻甲其他游客证实，可能是啉到有甲醇的饮料。专案一开始是因为旅店的经理发现因无照时间退房，听讲因身体无爽快，目前也无清楚因是伫倒位啉到酒。Nhưng mà trong quá trình uống ở đây xong là khách hàng vẫn còn tỉnh táo, khỏe mạnh và đi chơi. 这款中毒的事件伫东南亚是同人知，尤其湄公河沿岸较散食的国家。虽讲外国政府伫这个所在有打啉酒的警告，不过有关有未少攀野旅客参加聚会时无清楚风险。根据无国界医生的统计，全球甲醇中毒发生率上悬的地区伫亚洲，较散食的国家，亲像印尼、印度、柬埔寨、越南甲菲律宾时常发生，尤其印尼过去20年案件上济。这届辽国假酒案发生伫云涌，是攀野旅客真接去的所在。不过辽国的执法资源不足，对食品甲酒精的标准规范无周知。一位驻辽国的西方外交官就表示，无认为是酒吧的头家恶意下毒，甲醇较俗，毋过真危险。当地阁有人咧偷叫，毋过教育程度低，政府阁监控无好，有人偷工减料，拢会造成真害的效果。公司新闻吴玲编译。转来关心国内地方消息，云林口湖下仑村瓦近带61线较压贴的道路，是去互偷盗废弃物。这公所接到通报了后，就调监视器报警察抓人。目前是已经抓到一个偷盗的人，环保局上当要甲罚清6，若3工内无拼掉，佫会加重处罚。沿着排水沟，会当看到一堆的废弃物，包括一般粪扫歹去的家具等等，拢被人偷倒咧云林口湖下仑村临近61线的偏僻道路边。民众发现后，赶紧通报口湖乡公所追查行为人。咧今年6月已经有县府补助已经完成增加22个点主要的出入路口增设这监视系统希望用这个方式会当遏制一寡不肖业者啦。口湖乡长李培良表示，这所在过去侪届被人乱倒粪扫，甚至佫一只小粪扫，所以后续向县府争取经费来设置监视器防范。不想嘛是佫有人以身试法，后续调监视器画面报警，
并通报环保局已经抓到一名行为人。行为人弃置这个，他表示是自家产出的生活垃圾，然后来这里丢掉。那是在昨天的时候丢弃。那警方这边通报我们，那我们已经有去做稽查记录，有做开罚，针对行为做开罚。环保局就讲，已经将行为人以废清罚开罚1200块到6000块的罚款，并要求行为人3家人爱清除相关的本数，若无在期限内完成清除，会依规定按日连续开罚。后续还会继续追查其他废弃物的来源。记者用为你报道。宜兰掠蜂掠蛇的业务是农业处来负责，不过当年大概是有1000多件掠蛇的业务，也是委托给消防局来处理，这消防员的负担就变甲真重。县政府是表示，因为要找到24点钟拢有咧太平的厂商是真不简单，所以讲有民间团体就建议，公部门会当先由乡镇小范围做单位，找看敢有人会当委外来减轻消防队的负担。古卡花去互念鸟翅膀念着无法度叮当，雨伞站嘛去互网仔填着。台湾地理影响再生发展协会成员协助这个蛇脱困，再去把这个蛇野放放转去大自然，希望会当承包掠蛇的业务，用友善的方式救更较侪蛇。民间单位来进行到民众通报的捕捉到野放是一贯化作业的一个示范，然后刚好也可以培育在地的或者是民间的一些人员跟人才啊。协会建议公部门会当以乡镇做单位，希望甲掠蛇业务委外。宜兰县当年差不多1000多件掠蛇勤务，目前虽然是农业处负责，不过以每年400万的补助委托消防局处理。因为县政府认为掠蛇有时间性，宜兰县无法度找到24点钟太平的厂商处理。尤其以宜兰的状况来说，他的捉蛇的工作又是由消防来负担的话，那其实不仅是会对他们的职业安全上面造成一些风险，那甚至对他们的业务负担来说也会加重。掠蛇业务对基层消防员来讲负担不加大，民间单位认为，若是掠蛇业务会当先试办委外，会当降低消防员的负担，会当培育在地掠蛇的人才，降低抓类的伤害。这部分我们会在看看有没有适合的地方来做一个可以试办的方式哈，这个我们也会再跟相关的单位来做相关的研议。县政府表示，蛇入侵民家，民众大部分希望及时排除。若是民间有适合的厂商，也是有相关单位，会当24小时太平出勤掠蛇，会找适合的区域，研究试办委外掠蛇。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是又搁发生游动狗的攻击事件，真正是有马去互狗仔咬死。最近伫咧基美博物馆的湖边，阁有一只鹅死亡。当地里长就讲，因遐有游动狗的占地园区，阮望这相关单位是会当好好利用，莫互这游动狗四界走，才袂出代志。基美博物馆甲领用的都会公园，无论是平常日也是假日，拢有侪人会来遮行踏。伫湖边佫不时通欣赏鹅咧游水。毋过最近却传出其中一只号称乌链的鹅妈妈不幸死去，涂骹白毛是互狗夹落来的。当时有民众翕到狗咧蹭鹅的画面，嘛互游客真毋甘。足可惜，安怎讲？系啊，鹅啊，你即摆伊也甲伊咬一只，较顶下佫会咬愈济去。基美博物馆讲，这流浪狗并不是因饲的，有时阵会看到爱心妈妈来遮饲物件，官方已经通知动保处来处理，我掠到一只狗啊。动保处于今天已经出动麻醉枪，将问题犬捕捉安置。那后续会评估以往仁德暂置区供民众认养。阮甲带去遐是伫遐安置，互伊过足好、足快乐的生活，3顿有人饲，安全佮顾会到。我希望爱妈，你若想要讲照顾这只狗，爱这只狗。咱会当有闲的时阵，咱就来遐甲看。另外，伫新华南科地定区的地方地公园，有狗攻击人的事件。根据了解，有阿嬷参孙来遮散步，煞互狗叫，并将伫面册铺文，望里长出面处理。当地里长通报市府，煞互爱狗林思梅。比较强烈的字眼在攻击里长，我觉得这样的事情非常的不对。有时候，其实我们应该要反过来想，我们要保护的真的是人的安全，跟我们里民的安全为重要。林泰沙政策实施适当，真侪动物收容所面对数量超收、空间小 A 小可的问题，地方里长建议政府爱思考安怎有效改善的方法。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台东县棒球村顶礼拜是收整4颗梨仔的树仔，不过民众所发现讲，这树仔是对树尾、对樱头规个去互错病，就烦恼讲即阵寒人要到啊，安尼树仔会打死。环保团体嘛批评讲，根本就是破坏环境。
台东管理棒球场的四边伫风台过后进行树仔修剪的工程，不过有民众发现修剪的方式甲树冠层拢扑掉啊，亲像站头共款咧修剪，大部分的树仔拢看袂到树叶。附近的民众烦恼冬天要到啊，树仔会死去，而且修剪的公告写讲是环保局执行，环保团体就质疑讲安尼是错误的示范。你还是要懂得树枝它的未来它的生长是怎么样。这个既然是一个环保局的一个业务哦，它是一个环境保护的单位，既然做出这样的一个不当的修剪示范哦。环保局表示，这届是接受教育处体育场的委托，提供开考契约厂商时间。要那修剪的计划是由体育场甲厂商参详。台东管理体育场是表示，确实有发现厂商修剪过度，会加强照顾，避免树仔死亡。今天下午开始就会去加强它的那个根部的一个浇水的灌溉，然后确保它可以吸收到足够的水分体育场强调会继续观察，并且依护树仔生长的情形。不过环保团体讲，台东县已经不是第一届发生这款站头修剪的方式，应该建立合格厂商的名单，找到的人来修剪树仔，才会当避免树仔和站头的事件一直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和平新生天桥是拜日暗开始拆，引起反对的民间团体是真不满。这拜五有市议员就甲守护天桥的民间团体做伙开记者会，要求这台北市长蒋万安都爱听民众的意见，而且佮批评这台北市府伫咧文字审议结果也未出来进前，就宣布要拆掉，无符合程序。天桥不要拆！天桥不要拆！摕到招风款大声喊口号，希望天桥唔好拆。后一秒，施工人员一定开始进行拆除的作业啊！这是拜二时和平新生天桥开始拆除的画面。反对拆除的民间团体认为，台北市政府根本就无心参详，就强制来甲天桥拆除，为着要继续替保留天桥来出声。台北市机关监事会甲反对和平新生天桥拆除的人士，拜五召开记者会，要求台北市政府应该先暂停施工，听民众意见。号称自己最能沟通的市长蒋万安做出来的事情霸道，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反对拆除的团体指出，11月初是影响台北市文化局提报文化资产，11月13进行文书现场勘查，不过勘查结果也未出来。台北市长蒋万安就先指示新工处伫年底进行完成天桥的拆除作业，让因感觉无法度接受。当时文资的程序都还没跑完，市长就决定要判这个天桥死刑，请问这个程序的正义何在？对此，台北市文化局是回讲会当理解反对拆除团体唔甘的心声，不过文字审议的程序拢关闭，6位审议委员全拢认为天桥无符合文化资产的条件，才会决定要拆除。假使讲天桥若符合文字的资格，就算是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讲要拆除，嘛无可能会当拆。文资审议它是一个独立运作的机制，不会因为谁宣布说要不要拆或怎么样，它就会被影响。实际来到现场，会当看到原本4面通的天桥已经有2个方向的桥墩甲楼梯已经拆掉啊。台北市新工处表示，30天之内会完成拆除的作业，未来埋伫大安森林公园设纪念牌仔，记录天桥的历史，让大家知影。记者陈阿选、林旭凯台北报道。环境部收集有创意的做法，要来处理满世界的粪土。台中西屯回来公园，有民众是发现讲，有人早这行动电池插伫咧公共便所的插座充电。台中市府是讲，这个行为已经犯法，会报警察处理。插座顶悬插着白色的插头，连着3条充电线，最后是来到黄色的塑胶盒啊，内底有几个行动电源当伫咧充电。民众翕影片。讲台中市西屯区回来公园公测，21号有人用内底插座伫咧充电，其他民众也认为行为可疑。公跟公私是私嘛，对不对？公私是要分开嘛，这是公共的电嘛，对不对？那私人的那个行动电源来充嘛，这当然是，在行为上是有一点可疑之处啦。台中市公厕真正也发生过违法占用的情形，东区10全公园的无障碍便所，因为有照护床甲泉水的设备，曾经去民众甲街友当作旅馆来住。即届发生切电事件的回来公园，清洁维护人员讲，逐工拢会巡查3届，也阁曾经看过牵电动机车来充电的行为，拢会马上来阻止。
比较夸张的，就是外劳电动机车，我就会很大声跟他讲，叫他赶快走，不然马上他们会害怕，就赶快走。把电动机车拿来这里充。对，民众他私自在我们公园充电，就是属于窃盗罪。那这是我们会依刑法320条来处理。所以我们一旦发现有这种状况的话，我们就会将它移送法办。所以我们也在这里呼吁民众不要以身试法。台中市府永江处表示，回来讲园插座是因为违反需求来设置，民众私自充电已经触犯刑法窃盗罪，会报警侦办，会使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50万块以下的罚金。后续也来检讨公厕设置插座的必要性。记者台中报道。司法部推出111简讯，是政府专属的使用简讯，目的就是要避免政府的名去互偷用。不过最近却是有民众收到111政府的专属简讯，不过却是假做高雄的监理所要叫因紧立罚单。刑事局就发现这款类似的假讯号是对10月底开始在高雄高山出现，这阵已经抓到2个人。诈骗用的手机顶作案工具摆满桌顶，进前有民众收到111政府专属短信，说是假做高雄监理站发送交通违规罚款无纳的通知，短信内底还有钓鱼的网址。经过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真侪日的调查，一宣布侦破。伪基站的讯号从今年的10月31号密集的出现在高雄鼓山区，查获有车载式的非法发送讯号及简讯的车辆，逮捕了中国籍的林姓犯嫌以及台籍的郭姓犯嫌。两嫌犯防以早起顶罪嫌改送地检署，警方嘛查扣到真侪假的基站发射器、天线甲电脑等证物。国内第一件假做111政府专属短信的诈欺案，就是利用2G 假的行动基地台来干扰周边的行动电话，互因无法度连到真正的基地台来借机发送钓鱼短信。2G 因为已经是30年前的技术啊。所以它的安全认证是比较差，让诈团有机可乘，提高自己的风险。我们也要呼吁说，民众如果所用的手机是比较旧的，能够尽速找机会来更新。去年10月，由数位部推出的111政府专属短信，为的是减少民众互假做政府发送的短信诈骗。想要到上路一档了，又愿互诈骗集团利用。刑事局澄清，111平台并无互入侵，但嘛提醒，若有看到同款的短信，内底选毋是.gov.tw 的政府网址，一定要提关警觉。记者台北报道。根据卫福部的统计，这肺癌是全国癌症死亡率上较高的。中华汉明基督教病院今年是加入卫福部的早期政策计划，有一个有家族病史的黄先生接受免费的体检，发现着癌，加在也是早期手术治疗了后，病情真稳定。这位63岁姓黄的民众有肺癌的家族病史，是肺癌高风险族群。透过低剂量的电脑短暂扫描检查，发现肺部有各样，确诊肺腺癌，转进治疗，目前状况稳定。那经由国健署早期肺癌筛检的计划，能够早期发现双侧的这个肺癌，那顺利的在完成这样手术，然后同时做2侧的单孔胸腔镜手术，手术中呢仅花费3个多小时。我姐姐她本身呢是肺腺癌，很幸运的，我这样的治疗之后是属于第1期的，那后面的要治疗部分就不用再做化疗，只要定期追踪就可以了。根据卫福部的统计，肺癌是国内上侪人着病，每期才发现的比例上悬，加死亡率排第1的癌症。医师表示，低剂量的电脑短暂扫描是目前证实唯一会当早期发现肺癌的检查。透过这项检查，会当改善过去照电光无法度发现初期肺癌的状况。这个肺癌的病人，因为症状不明显，然后等到检查出来的时候，都已经是很后期的肺癌了，所以预后都不好，死亡率很高。现在有这个低剂量的电脑断层，可以在病人的病灶还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卫福部国民健康署2022年开始办理肺癌早期的检查计划，提供肺癌高风险族群2年1摆免钱的检查。医师嘛呼吁符合资格民众主动接受肺癌体检，保护家己的健康。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微型电动车是这个月30就要开始列管。根据统计，今年到10月，高雄微型电动车的事故有4成多拢是75岁以上的老大人，甚至还有一寡是国中生、高中生咧骑。警察就提醒，骑这种车油管是违规，走袂去，油管爱吃罚单。微型的电动车免驾照，嘛唔免纳税金。这几年真侪民众选择骑微型电动车，不过根据6都的统计，今年1月到10月，拢总有3876件微型电动车的交通事故，其中有12个人死亡。这个月30，微型电动车特别强制挂牌管理，要是有骑车的民众唔知影相关的规定。不知道，我也是刚听说，然后。我以为都跟一般的摩托车都一样的，有什么新规定我真的不清楚。未领用牌照骑乘微电车，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款，当场禁驶，车辆移至保管。高雄市警察局统计，今年到10月，高雄微型电动车的事故有3成是国中甲高中生骑的，超过75岁的时段，嘛有68件，占1成2。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无烧牛。高雄区监理所嘛表示，这个月开始，逐天拢有民众排队要来检车，今年计共有11000多台要挂牌。我们除了在所本部这边挂牌之外，在其他的微电车的厂商，还有工业区那边，我们有实施到点服务。以今年度来讲，我们已经有160场。监理所表示，最近检车时，有发现部分微型电动车有改过，所以走较紧。不过，只要时速超过25公里，就袂当挂牌。提醒民众把握上尾1礼拜的时间申请牌照，骑车才袂去犯法。记者邱昭阳高雄报道。台湾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的英文版是摕到美国国家图书奖翻译文学大奖，这是台湾的文学头一届伫咧美国国家图书奖入围得奖。英文版伫咧11月中就市了后，嘛引起其他国家注意。目前是已经有英语、日语甲韩语的版本，这捷克语的出版嘛正在讨论。And the winners of the 2024 National Book Award in Translated Literature are Yang Xuanxi。台湾漫游录作者杨湘子甲英文翻译者金玲伫美国纽约的颁奖典礼，知影作品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欢喜甲激动小览。这是台湾文学史上头一届伫美国国家图书奖入围得奖。应该说10本书到5本书，到最后是这一本书。这个三个过程里，对我而言都是哇，如梦似幻吗？或者说太没有真实感了。作者杨湘子分享，伊感觉这一切还未反映过来。伊也表示，小说写100年前台湾的过去，是为着要走向未来，希望透过作品，让民众产生共鸣。不管过去、今仔也是未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日常的东西里也会感受到出现差异。那这时候台湾人才会，就是当压迫更强烈的时候，台湾人会开始思考，我到底是什么人，或者是我到底要在这个时代的某一刻里做出抉择的时候，我到底要做什么抉择？台湾漫游录伫2020年出版，小说内底除了展现台湾的小姐，也讲到女性情感甲实名议题。即卖有日语、韩语、英语的版本，英译版本11月中伫美国上市了后，也引起其他国家的讨论。出版社表示，美国国家图书奖是美国文学界真悬的荣誉，得奖对台湾的文学是真大的肯定。那基本上，美国国家图书奖可以说跟普利兹奖是2个最重要的图书奖项。以前对我们来说，其实台湾的出版社就是很关注这2个奖项得奖的作品。出版社也希望未来愈来愈多外国读者会当透过文学认捌台湾。作者杨湘子强调，这几当台湾渐渐互世界看到，不管是对政治方面，也是社会上的各种角度来看，也是因为台湾的知名度提升，台湾的文学才会走向国际，受到愈来愈多人的关注。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今年5月，立法院三读通过名姓条例修正，原住民族是会当伫咧身份证的名姓迄栏用族语写名，无一定是爱写华语文字。有台语文的学者就呼吁政府，应该嘛爱开放身份证顶头用台文罗马字来写，尊重所有用母语号的名。
世界12强棒球赛当日日，原住民团体特别打拼，用日本话小解台湾球员记了公馆的名姓安怎念。今年5月，立法院通过姓名条例修正，允准原住民族身份证用原住民文字写名姓，也通免写中文。拜时，内政部公布姓名条例施行细则草案，让民众甲户政机关有依据。由原住民族委员会调查确认传统姓名文化灌输。再由内政部会同原民会订定指引，因此在施行细则增订原住民族应依指引取用传统姓名。虽然2019年开始国家语言发展法，让民众申请护照会当伫外文名姓拿为写台文罗马字，但是这摆姓名条例修正，只有开放使用原住民文字，也无就要用中文。或者呼吁增加拿为和中文名姓、台文罗马字名姓做伙写伫身份证顶头。其实你就算一般咱台湾人咧，讲台语，还是讲客语，还是讲其他无共语言咧，嘛是有这个需要啊。你想无讲你搁加一段罗马字。台语的拼音并不是姓名条例规定使用的文字啦，那需要由国家发展语言法其他的施行细则所规定的相关机关、权责机关共同研商。内政部表示，身份证加写台文名姓、牵涉书写系统、名姓登记系统等等因素，需要由国家语言发展法主管的相关机关修法。那未来法条通过，内政部就会执行。记者郭文林玉凯台北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变化来看各县市的温度，北部地区19度到22度。中部地区20度到27度，南部地区23度到28度，东部地区18度到26度，外岛地区17度到23度。感谢你收看，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